统计到昨，宪法法庭阁有447案是还未结案的。不过，大法官的被提名人今仔日7个人拢无过，而且宪法诉讼法的修正案已经三读通过，规定宪法法庭的裁判上无爱有10个大法官参加。目前大法官是干那剩8个，人数无够，宪法法庭恐惊暂时冻点，无法度做出判决。大法官被提名人7个拢总方好决，宪法诉讼法阁已经三读修正通过，就要正式上路啊！面对即马这个状况，司法院回应讲，大法官的人数无够，恐惊会无法度评议做出判决。来不及补足缺额的时候，恐怕会因为大法官人数不到10个人，而无法进行评议并做成裁判。现任的大法官干那8个，谢明阳、李泰龙、杨惠钦、蔡宗珍、蔡彩晶、朱富美、陈中武和尤必雄，都会担维护宪政特殊的重任，对解说宪法、统一解说法律命令、政党敢要解散和总统、副总统的弹劾案等等，这么侪部分拢总伫因的职责的范围内。他负担的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最主要就是违宪审查。宪法法院一旦被瘫痪，这个会是民主宪政国家一个重大的危机。当你的基本权利受到国家侵害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获得事实的救济。当来看一路的演变，一开始是大法官会议，敢来当审查法律规范敢唔合宪，要做的解说，包括同婚释宪和通奸的拄罪化。宪法法庭出台了后，是通过个案的救济，做出死刑有条件合宪，国会这款法案多数归宪顶裁判。即马大法官的人事调伫遐，嘛有申请人烦恼讲，相关的释宪审查嘛共款会放囥伫遐。性暴力才是就是基本的人权，很多人都已经就是去告了，然后被永不起诉，这样就是超过时效。如果这个宪法法庭迟迟没有动作的话，就会变成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退路。我们是希望他尽量不要隔太久，就是我们当然也很希望能够赶快处理，然后处理完以后就能够有很大的改变。被搁置的时间内，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补我们的证据进去。其实伫10月底，敢若剩8个大法官了后，这段期间敢若对案件敢要受理来做出裁定。目前宪法法庭有受理的指标个案，是包括受刑人罗作金案和前年的禁止选前公布民调案这案件。到23为止，加起来的未结件数，阁有447件这么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